再自己講多一個俾你聽啦，稿冇寫嘅，但係我都可以建議下。東北地區咧就係 for 考試，即係讀書考試，即係帶細路仔去吸納一下，即係一啲叫考運嘅，即係或者你嚟緊可能你考咩會計師牌咁先算啦，即係 interview 嘅。向東北行 ，OK， 東北行。咁東北咧就係東北地區就可能係日本啊、韓國啊，即係嗰邊嘅，就係當然啦，韓國都有分南北韓㗎，你自己揀啦嚇。總之東北地區，咁東北咧就係景門，景門咧係代表一啲叫做係 interview 啊，即係讀書兩例嘅嘢。咁同時間咧又係可以去啲藝術場所，咁可以去下睇下啲靚山靚景嘅。因為咧近卦都係代表啲山區，咁所以咧你往東北行睇山，即係我就會去日本嘅咧，可能係咩富士山咁先算啦，或者北海道，即係北海道咧都係喺嗰個中國嘅偏東北嘅地區啦，即係北海道，咁你可以喺嗰度咧就睇下啲山啊，影下啲景啊，就咁樣咯。最緊要影多啲相，因為景門咧都可以代表係影相，即係睇風景。OK， 你中意嘅帶埋一啲紙筆咧去畫畫都得嘅，